被藐视、被人厌弃，因受痛苦，长期忧患。他的藐视好像被人冷眼不看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了惩罚，被神击打苦待。这时候用这首诗歌实价我的荣耀，赞颂上帝。从第1到第4节。
这是我们用使徒信经再一次来告白我们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十字架，受死，埋葬，降在阴间。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的复活，我信永生。我们再次用赞美诗歌来赞美周上。我
这位神耶稣基督，他从来没有犯过罪。这位神没有做过一件错事，可是他却愿意的牺牲自己，甚至一切的过犯，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污。所以我们应当求这位神的赦罪，求这位神的宽恕。我们可以开口同声来祷告，我们为我们自己的过犯而祷告，求主在此赦免。请记得每一年的这个时节，教会都会举办这个受难的崇拜。请记得，耶稣受难，他是为我们受难。耶稣受难，为我们牺牲。耶稣受难，他成全了他自己，背负了我们的过犯，也担当了我们的重担。如果可以，亲爱的姐妹弟兄，你可以用一些的时间向神来祷告，求圣灵来再次光照我们。我不知道各位犯了什么错，可这位上帝知道。你可以用一短短的时间，一起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，求主来光照我们。这时候邀请各位姐妹弟兄一起来开声祷告。主宣告，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而是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我们再一次求耶稣居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耶稣求你充满我们，掌管我们，牧养我们，救赎我们，引领我们，保护我们。耶稣求你祝福我们的一生。愿你像门徒曾经吹那一口生气，主耶稣也求你为我们大大的吹这一口生气，使我们完全再次活过来，苏醒起来，并且再次回转向你。主耶稣求帮助我们，不是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临到我们的灵魂里头，我们的行为。我们的事情，主每个关系的步骤，主都来掌管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愿意再次来到你先祖前来向你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也就是再次来吸引我们，让我们可以看好跟随你。耶稣求赐给我们生命的蓝图，也帮助我们一生。都可以为此而尽全力的付出，帮助我们用最后的信心来回应，全心信靠，并且常常天天仰望，舍命买赎救我们生命的主耶稣，继续向我们的生命来说话，主耶稣继续向我们帮助我们苏醒我们昏睡的灵魂。让
让我们认真的寻找人生的造物，并且珍惜得赎生命的每一天。主帮助我们好好把握每天的生活，用希望爱去见证主神的生命，你的真善，你荣耀的见证。谢谢耶稣，听我在面前的祷告，奉主的名。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刚才我们所在神面前的祷告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。这段圣经，我就约以赛亚书13章3到4节。刚才在宣召的时候所使用的一段经文，以赛亚书53章3到4节，一起来开口同声读念。起。
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。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。这个弟兄今天晚上就用这段经文跟各位一起来分享。耶稣为你为我。刚才在前面跟各位分享，我们每一年的教会节期的受难日，教会都可以举行受难日的晚晨饭。不知道各位，当一进到这个会堂的时候，不知道各位是带着什么样的期待的心情吗？是为了看牧师跟家里一起做的这个装置艺术吗？还是在这一周里头，我们再去思考，这位上帝，他在这么多年以前，在旧约的700年前，已经预言了，他就是他在世上必须受苦，为你我受苦，走上那个跟着他牺牲自己的生命。现在姐妹弟兄，耶稣基督为我来到这世上，他为了你跟我受尽一切的痛苦跟忧患，就是帮助我们。今天虽然已经是耶稣按照圣经的历史，耶稣就在今天下午3点钟左右的时候，已经结束了他在世上的生命。这就是帮助我们在这个受苦受难的过程当中，如果基督教没有受难这件事情，这个信仰事实上就跟一般就兄弟常所分享，这个信仰就跟一般的民间信仰是一样的。这是因为他经过受苦这个阶段，刚才我们在《使徒信经》所宣读的其中一段，受死，被钉十字架受死，埋葬，降在阴间，以后第3天就要从死人中复活，他就身体就在全父上帝的右边。我亲爱的姐妹弟兄，耶稣受尽了一切的痛苦忧患，他受什么样的痛苦跟忧患？除了是肉身所受的痛苦之外，我甚至也尝试去思想，耶稣的心灵深处，到底为了我们经历什么样的痛苦跟忧患？他可以拒绝，甚至可以不用去理会天父上帝的心意，可是他却甘愿牺牲。这个痛苦，我发现他被众人拒绝。他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被他自己家乡人拒绝。他带着权柄去服侍人，他用天父上帝所赐给他智慧，分享天国的福音。可是人们却说他只是一个木匠，哪里来的学问？就是跟你我一样，是一个没知识的乡下人。甚至宗教领袖也不认同他，认为他所施行的这些权柄，甚至赶鬼这件事情，都是靠鬼王别西卜来做事。我们认为，这个人是再平凡不过的人。所以耶稣生气了，就在马太福音12章31节，他就是生气的说：“唯独亵渎圣灵，总不能赦免。”各位曾经被人家拒绝过吗？可能有。
以前看到我自己的孩子上高中有一段时间，他非常的痛苦我们甚至有一段时间带他去看心理医师，他在学校被霸凌，被排挤。我不清楚天龙国的小孩到底怎么想的，我不知道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们家的小孩是不愿意上学，我们就帮他办理转学。看着那一段他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，我深深知道，耶稣的被拒绝是比我们人还要痛苦100倍。他这么的伟大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来到这个地方就被他不认同，实在是一件非常我自己想象都非常害怕的事情。他的被拒绝还不只是如此，甚至被他自己的门徒卖了。就仅仅是30两的银子被出卖，甚至他的大弟子，耶稣常常带在身旁的大弟子彼得，就在圣经当中提醒我们说，他鸡叫以先3次，鸡叫以先他3次要不认他，被人家拒绝，被人家出卖，那也就算了。各位，我不清楚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当我们再去思想十字架的时候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保罗那么认真、那么努力的，他一生只传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的事情。我不清楚各位有没有思想过一件事情？从某个角度来说，从神学的角度去讨论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思想过这件事情？在神学里面的讨论是说，耶稣是他被自己的父亲，他的天父刺死用我们的话来说，是他天父上帝杀死，而且不理会他。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父亲会杀死自己的孩子呢？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当过父母亲的，做过父母亲的，现在仍然是做父母亲的。我们会离弃，我们会杀害我们自己的小孩吗？可是这位神子、人子耶稣，却被他自己的父亲离弃了。这位人子耶稣，他尝到他自己的父亲演变离弃他的痛苦，他尝到他父亲跟他隔绝的痛苦，只为了这么一件事情。因为他的父亲说：“耶稣啊，众人地上没有一个是义人。”因为地上的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就必须有一个人来牺牲，来满足上帝的公义；必须有一个人牺牲，来满足天父上帝的救赎的恩典。所以，他就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，他自己走向这个死亡的道路。我们可以想象吗？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《耶稣受难记》这部电影。就在今天，这位神子、人子耶稣，就在那个木头上面，就喊着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要离弃我？”讲了这句话之后，就说成了。不去说那种撕裂是多么的痛，被人家拒绝，被人家出卖，最后被自己的父亲离弃，那种撕裂的痛苦有多痛？可是耶稣为了你跟我，
去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。亲爱的姐妹弟兄，我真的相信耶稣是心甘情愿。耶稣心甘情愿的走上那个哥哥他的道路。待会我会请姐妹弟兄一起来到台前。今晚上的过去其实有点神学的意涵。我们可以看到在阶梯上面这个很皱的、很旧的这个麻袋布，就象征耶稣走的苦路，走上那个山上。在传统的教会里面设计了14站，最后一站就到哥哥塔上。他被钉死在石架上面，是有很粗的钢钉、铁钉钉在他的手心和跟他脚背上。他留了保险，通过他的保险，他就驶进我们这里。我们说这位上帝、这位神、这位人子，他没有犯过罪。我们说他是个完全人，他拥有免除被人杀害的权柄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人叫耶稣，这个人他是好牧人，他爱我们，甚至爱到心甘情愿舍弃自己的性命，为我们上十字架受死。亲爱的姐妹弟兄，耶稣既然为你跟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去重新思考一件事情：我们怎么能够不为他而活呢？那么大的恩典，我们一起来思想，我们怎么为他活呢？就帮助我们，至少在这件事情上面，我们为他而活，读他、听他说的话。从教会长年以来一直所推的一件事情，读他、听他说对我们说话，在有一天。这是一个最实际为耶稣而活的宝贵的事情。一旦想到你跟我都是罪人，本身应该要受死的，可是这位上帝、这位耶稣却爱我们到底，为我们受尽苦楚，死在这十字架上，帮助我们的生命得到永恒。亲爱的姐妹弟兄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！也就是求神帮助我们，既然领受这个生命永活的生命，你帮助一生来荣耀耶稣基督来活。我们在求神帮助我们完成耶稣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。一生为他做见证，一生以为主而活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人在我身上可以看见耶稣。最后，请各位来思想一件事情：每年的今天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天，每年的今天，受难日，都是非常特别的一天。是这位耶稣，我们的神，以肉身于地上的最后一天。他在最后一天，他在地上的生命，就在今天之后就没有明天了。可是他没有了今天，他却是为了我们每个人有明天。就是帮助我们通过这个信仰。不断去思想，让这个信仰，让这位上帝成为我们的盼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历史上有一个人，为了我们失去了他的明天。
这个神失去了他的生命，为了你跟我，失去了他的明天，是为了造就我们的今天。求主帮助我们现在几个弟兄，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到底是怎么样？甚至我们自己问我们自己，耶稣是谁？他为我做了些什么？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天父你赐下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，耶稣为我们受尽一切的苦难，耶稣为我们承受一切的折磨，并且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因故耶稣这么做为的是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。耶稣这么牺牲，为的是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。耶稣心甘情愿的，是为了帮助引领我们进入到你的国度，成为你的儿女。亲爱的主上帝，我们这次要说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伟大。主帮助我们用我们一生都为你而活，主帮助我们用我们一生都成为你的见证和荣耀之人。谢谢你听我的祷告，是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唱这首诗歌讲因着十架爱。
现在今天晚上是受难日，我们求耶稣在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受难，为我们来开路，求他来医治，我们也请他来赏赐他的平安。也许是为我们的家人，也许是我们的先生，也许是我们的妻子，也许是我们的孩子。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，甚至是我们个人的情绪，我们个人的情感。我们也可以求耶稣，在我们的信仰的成长这件事情上面，好像我们都没有我们预期来的这样的一个好有长足的进步。这件事情也求神来帮助我们。怎么样？因着耶稣的受难，使我们得到力量，得到智慧。就在我们公祷，待会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到台前来，一起围着这个十字架的装置艺术，我们可以用默祷跟开声，一起来摆上我们的呼求。首先要请各位主神帮助我们。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感谢这位上帝的拯救，我们带着对神的信靠来寻求他的怜悯，我们也带着对土地跟居民的爱跟他同行，甚至我们带着悔改的眼泪求神赦免，甚至带着彼此谦卑相爱的心来相互扶持，求神带领保守恩待我们。我们为这些事情求神祷告起来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赞美你的恩典，主真的要谦卑来到你圣座前，主常常犯错，主常常亏缺的荣耀。
邀请这个弟兄来到台前来，做一个小圆圈，是不要感觉到不好害怕、害羞、不好意思。可以很自由来到台前来，可以一起手牵着手，一起来看这个十字架的装饰艺术。也许你看到的是十字架，也许你看到的是亮光，也许你看到的是坟墓，也许你看到的是那个非常可怕的那个大的钉子，或是那个充满了暴力的铁锤。一起来到神的今晚上我们是预备了这个十字架的装置艺术，我们一起来敞开我们自己，也求神帮助我们所受苦的事情，我们在用开声在心中的默祷向神来呼求。也许是我们的家庭最近有一些问题，也许是我们的先生，也许是我们的妻子，我们总是无法很和平的相处，甚至我们真的不满意他们所表现的，甚至我们对我们的孩子的关系是紧张的，就是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有过度的期待，也求神在亲子关系之间，我们互相的转归向彼此，去神在当中的工作。因为我们的工作，也许在工作职场当中，我们有很不满意的成就，也许我们个人的情绪在最近有很大的波动，也受到很大的苦楚，甚至我们也求神在我们信仰的成长这件事上面，再次来帮助我们，有一些一段的时间默想或是开声祷告。
说上帝，我们来到台前，帮助我们静静来仰望十字架。我们求主圣灵，你来，圣灵，恳求你安静我们原本纷扰不安的心。圣灵帮助我们关掉外面各样嘈杂的声音。圣灵帮助我们来到台前。然后那位妇女，她拿贵重的油呢，往耶稣的头跟脚上，她只想单单一个同在。耶稣来到台前，如同耶稣的母亲和其他加利利的妇女一样，在十字架面前注视你。耶稣，你知道我们当中有好些姐妹弟兄，你背着身上的苦难，你生命的重担来到台前。耶稣，我们愿意将重担都带到这十字架面前。怎么可以听见那重重放下的响声？亲爱的主，求你让我们来看见你的头，看见你的手，看见你的脚的伤痕，看见你所流的宝血，道成肉身所承担的罪恶和痛苦。耶稣，同时我们也求你，使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人生的处境。我甚至可以对耶稣说：耶稣，我们是什么人，何等不配来到你的圣座前？耶稣，我们是什么人，竟然可以领受你如此的疼爱？耶稣，我们怎么恭敬谦卑的在你面前？默默的无法言语。主帮助我们在默想的过程里头，你继续与我们同在，并且帮助姐妹弟兄享受你的同在。主，我们就在默想的过程当中，不断的充满我们，不断的用你的爱来抚育我们，你不断的用你公义的右手扶持我们，甚至就在今天晚上，你回应我们的呼求，或是就在今天晚上的睡梦中，主你进入到我们的梦中，带那个应允的话语，来祝福我们。就是帮助我们继续仰望你的十字架，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，让我们更加的爱你，我们这一生都愿意为你而活。耶稣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谢谢你，听我的呼求，是奉耶稣的名。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《宝贵身家》。去慢慢回到我们的位置上面，我们也可以继续，假如可以，我们可以继续安静，或是也可以回到平安。
生活上的就会到此结束。